为特别了解二级保育鸟类海燕仔伫桃园沿海生态的状况，桃园市野鸟协会逐当的5月甲6月拢会来进行全面的普查。今年嘛发现讲大只甲细只海燕仔的数量拢比去年较济哦，生态地点嘛探到5区拢有。车照镜观察海燕，则是观塘工业港管制区内底山坡，也是桃园沿海海燕上密集的生态地。桃园市野鸟协会每年5月、6月拢会动员数十个志工，为桃园海华线北界到南界，展开沿海全面普查，确定海燕生态状况。看到小燕鸥在孵蛋做巢，这么热的天气，这沙地又是这么的热，然后它在那个地方连动都不动，我觉得真的很辛苦。野鸟协会普查结果显示，5月有118只大只鸟仔，52尾收。到6月已经捕出42只细只鸟仔，大只鸟的数量也明显升悬到274只，收也有66个。其中关心的关塘工业港指3区，依然是海燕上重的生态核心地带，数量比去年成长4成。5月份刚来台湾，开始在做巢的时候，它范围不会那么大。等到我们6月份那个雏鸟出来的时候，破壳的，它毕竟要去觅食，所以说它的范围会比较扩张一点。根据普查结果显示，桃园沿海海燕啊、大只鸟啊、细只鸟啊，收的数量拢比去年较济。生态热点也会高度集中的关塘港区，探到德葵、永汉渔港等5区。教会认为有可能是去年关塘港生态后期连接大水河甲满流因一条龙的收的经验，让海燕选择分散做收，降低气候风险。不过，依然需要长期观察甲数据支持。公视新闻桃园报道。